繼續來關心這中聯問題由風波呢，即馬檢方是來起訴15個人加4間公司。有民間團體是發布這個民調，講有52%的民眾是不滿政府對問題有的反應的速度，嘛有61%的民眾呢對這查核機制其實是無信心的。民間團體呼籲政府就要來檢討這食安的標準、查核機制，也閣有對違規的業者應該就要有較嚴格的處理原則。前一陣仔中聯郵局的問題又引起社會大眾對食安甲對政府危機處理的關注。有民間團體做民調，針對食安衝擊來看民眾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民調指出，有52%的民眾無滿意政府對問題有方準甲落價的反應速度，有73%認為物件愛低干不能檢出才通買，嘛有61%的民眾對政府查核的機制無信心。政府應該針對致癌油採取最嚴格的禁售標準，從源頭消除民眾的恐慌，來落實食安的零檢出，建立更嚴謹的查核機制，來防止黑心業者以虛假的數據來拖延政府下架與查扣時間，來徹底解決的查緝速度慢的痛點。有學者認為，民調當中上值得注意的是中立選民的態度，有幾項是壓倒性的。其中對政府食安查核的信心度有66%無信心，對食安會計會計使用20%以下的問題又免落價，嘛有66%無滿意等等。學者認為，這種反映下黨派選民的煩惱，政府也應當來重視。部分不管是在選舉或是公共政策上面，它都有一定的影響力。中立的部分，這些選民仍然整體而言非常擔心我們現在的食用油以及政府的這個處理的態度。根據這擺的民調，嘛有87%認為違法的企業甲負責人應當要受到重罰。民團甲學者共同呼籲政府要檢討食安標準查核機制，對造成食安問題的業者嘛，應當要以更較嚴格的處理原則，才通維護大眾對食安的信任。記者盧尚珠、鄭俊堯台北報道。